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聚会还有2分钟开始。提醒将手机关静音或者是震动。让我们能够尽量往前坐。铁三角尽量往前坐，把位置补满。后面的位置留给后来的人。让我们尽快入座，聚会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用预备的心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因为呢，在今天呢，我们的今年的幸福小组我们要启动。我们知道幸福小组一启动，就是我们一个得胜的宣告。Amen。因为我们知道神喜悦要多得人，得地为业。我们信主的，我们白白领受这份恩典。我们也要把这份恩典传出去，阿们吗？阿们。首先，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牧师邀请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倘若你是在直播上面的弟兄姐妹，神的灵与你同在，你也一样站起来，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称颂的。阿们。在日出之地，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名。在日落之处，我们敬畏耶和华的荣耀，阿们吗？阿们。我们的神他是完全掌权的神，我们来同心的来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当圣灵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被调望；当圣灵同在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喜乐，你会把你所有的挂虑全然的都挪开，因为你愿意交托给神。因为主他说，将你的顾虑交托给神，他就必顾念你，阿们吗？阿们。你要不要神来顾念你？阿们。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用一个开放的心来邀请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更欢迎你；圣灵，我更欢迎你。有30秒的时间，我们自己跟圣灵的交通，你也可以方言，也可以悟性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圣灵运行在你里面，要触摸你的深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安静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
在这里成为圣洁之地。哈利路亚，圣灵就乐于浇灌下来，充满在我们的腹中，以至于我们的腹中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用使徒信经再一次的来告白我们的信仰，预备好了吗？好，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在这一天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预备要受钉十字架，所以今天呢是棕树主日，我们来说一下棕树主日。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走道上有这个像是棕树枝一样，因为呢当耶稣要进入城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就拿起棕树枝要做什么？在那里呐喊什么呢？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这代表耶稣呢，他即将要为我们钉死，然而他是带来一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所以在2000年后的我们在这里，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轨迹，所以我们更明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怎么样来呼喊和散那，和散那来敬拜他。因为耶稣基督是配得称颂的，他为我们受钉十字架，他是唯一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救恩的主。阿们吗？阿们，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说和散那，和散那3次好吗？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想象当时的画面，他们是怎么样欢迎耶稣进入到那耶路撒冷城，好吗？和散那，和散那，来，1、2、3，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再来一次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倘若耶稣骑着驴子从那边走进来，你的和散那的，你的声音是如何？好，我们再来一次哦，来，请，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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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们。主是和散那的主，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内心依靠他就得帮助。我有大喜乐，我要用诗歌来敬拜他。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
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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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力量的泉源，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门。当我们邀请耶稣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能力。神的应许要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来成就。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异能，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可以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异能，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我们一起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可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
上有上帝儿子的，就有生命。Amen。当我们献上生命给耶稣的时候，上帝所赐的永生就要进入在我们的里面。这首诗歌来敬拜他。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是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是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是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不忘记主耶稣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说，当你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舍弃生命的反而得着了生命。阿门。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的宣告，主耶稣他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相信天父在他身上所做的。而主他说，他所做的乃是天父所做的，而信他的人所做的要比他所做的更大。阿门吗？阿门。弟兄姐妹，
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成就更大的事，不是我们比耶稣更行，乃是耶稣他愿意将这一等的恩赐荣耀加在属他百姓的身上。因为接下来在这国度上面，所有的百姓的得救，借着我们分赐爱。所以在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牧师要请我们这一次，今天是我们的幸福，而且是我们的升级版的桌游幸福小组的启动。牧师要邀请我们，你这一次担任副长的组长们，好，担任组长的副长们，请你举手一下，举手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副长举手，副长，你这是要领队的副长举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请放下。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我们在带球第二部分带球，我们要为这些的副长来祷告。副长他要从神领受智慧，他必须要看到那福音的轮廓，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在副长们身上，他们这一次更是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个重责大任，神把这大使命的任务，首先呢要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升级的桌游的幸福小组，要再一次开阔我们永光教会的幸福小组的外展。阿们吗？阿们。我们充满了信心，因为神为我们预备好良好给我们了。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来，我们要来找一个我们来 RPG， 然后呢我们在带球的部分大声的为我们的副长来祷告，为我们的副长来祷告。我们来 RPG， 哈利路亚。我们来找1对1来1，来，哈利路亚，带着信心来宣告，信心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主，你的名大大得着荣耀。主，我们敬畏你。主啊，是的，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这一次的副长来祷告。主，你真是使用他们。主啊，你让他们回应主你的爱，他们要在领受主的救恩当中，主，他们看见他们是被神所重用的器皿，并且是宝贵价值的器皿。主，你特别加给他们智慧，加给他们力量，在这一次的幸福，在所有幸福小组当中，主，你开通他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让他们得着属天来的启示。你将那技巧，将那各样的创意放在副长的身上，你要为他们预备同工。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啦啦，是啦啦，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看重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的
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深深的说，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再一次耶哦，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把手举高，跟随谁？跟随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手多高，你就在那个高度上面，就留在那高度上面。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跟随你，哈利路亚。你是荣光的，主，你是辉煌的，你是大有荣耀的，全地万有都是你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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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我们的信心、喜乐、渴慕，接下来的时间，神的灵都与你同在，阿门吗？你拍拍旁边的肩膀，你跟他说：神的灵大大浇灌你。神的灵大大浇灌你，在这里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合一，充满了尊荣。感谢主，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要攻读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到3节，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请。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现在我们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的题目是创造机会，全力以赴。创造机会，全力以赴。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们坐在下面跟站在上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下面都完全会记得，站在上面之后脑袋就空空的。举起你们的手来，有圣经的拿起来，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相信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会有发现不太一样的感觉，好像要比较谦卑一点，才能够走这个中央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今天是棕树主日，那牧师透过这段经文，一起跟我们来思考
创造机会，全力以赴这样的一个主题。棕树主日是在纪念耶稣骑着小驴驹，然后进耶路撒冷，那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众人就拿着棕榈树砍下来，然后再摇旗呐喊，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当被称颂的，有没有？并且他们把那个棕榈树就放在地板上迎接君王进京城一样的来迎接耶稣基督。然而今天棕榈树也是受难周的开始，所以我们也从这个礼拜开始，牧师呼吁我们弟兄姐妹尽量不要有太奢华的宴乐我们用更多的时间静默在神的面前来思考这个礼拜耶稣所行所说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更明白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大的，他所遭受的苦是何等的艰难的。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能够领受从神而来那丰沛的恩典，让我们回到父家，成为有产业的儿女女儿，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所以愿我们在这礼拜用更多的时间一起来思考。那今天也正是我们永光教会幸福小组2.0版的启动日所以你跟隔壁说真的很幸福啦。对，因为我们的2.0版的真的是要让大家更幸福所以我们要透过桌游有设计的特别的设计的桌游透过游戏能够让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也让 Best 新朋友在游戏当中去经历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是好玩，是风趣，是让他有期待的，期待下个礼拜这个时间他还要来，因为我们这样一个礼拜玩完就有下个礼拜的期待，对不对？一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哇，有六周都透过桌游可以透过桌游的好玩让他们去发现他们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也去发现原来这宇宙万物中有一位天父是何等的爱我，哇，这些都透过游戏让他们去亲身体验这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跟隔壁说，我们会玩出真理，玩出信心来。哇，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一起来特别今天我们礼拜结束，我们的所有的铁三角副长都一定要参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了解整个桌游的游戏大家一起玩看看让我们熟悉，能够带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心应手因为我们越熟练就知道窍门在哪里，对不对？而这窍门就是打开 Best 的心门的那个关键哇，这个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耶稣论到他再来的日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预备？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所必要来了解的。牧师想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聪明的人。阿们。所以你跟隔壁说这句话，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聪明又有智慧的人。来，好，这是隔壁的人对你祝福你会觉得说没有啦，没有，有没有这个感觉？不行你一定要说阿们，我接受，对不对？对有的人都很客气没有啦，不会啦，没有那不是永光人或者你要调整你的心思意念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成为有聪明又有智慧的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婚礼跟我们台湾的习俗很多大概80-90%有相近过去以前我们有需要比如说在
50年前那个一位叫做亚伦的，他爱上隔壁的一位叫阿花的，有没有？50年前呢，50年前，50年前，你们一直看那里做什么？好，然后心里就很爱，就他跟他的妈妈说哈，那妈妈就去找媒人，对不对？说媒人啊，我家的那个小犬都叫小犬，对不对？狗狗怪怪的，爱上了隔壁那个阿花哈，哇，阿花好漂亮哦，比花还漂亮哦，而且哇身材很好，很有智慧哈，我那个亚伦啊，已经那杀掉伊啊哈，所以啊，拜托一下你去跟隔壁那个他的妈妈说一声哈，让他家人同意，有没有？过去是用媒妁之言嘛哈，来这样子的哈，隔壁的。阿花的妈妈就这个帅哥我喜欢哦，太棒了哦，长得高高的、甩甩的，又很有才艺，对不对？哇，琴又弹得很好。OK， 好。OK 以后就怎么样？选个日子有没有？当然我们天天是好日了哈。再选个日子，就订婚。我问，订婚是女方为主还是男方为主？哦，你们都超厉害的哈！都有结婚过吗？哈，订婚是女方为主哦，哇，很多人还不知道哈。订婚是女方为主，所以订婚的时候，男方就预备好这些聘金啦、礼物啦，哈，带这些然后由媒婆带着到女方去。女方就会预备好场所，就在那里来举行订婚哈。那订婚说好以后，就要确定结婚的日子，对不对？好，那当然结婚的时候，我们这边呢是怎么样？男方就要由他的伴郎哈，就成群结队的去到女方去迎娶，有没有？很特别哦。到这里跟犹太人完全都是一样，但是呢，很特别的，犹太人他们迎娶回来的时候，要在夜间游行，要夜间出游呢，很棒哈！夜间在街道游行哦，跟邻里啦、朋友啦、亲戚说，我亚伦要结婚了，太棒了，哇，我阿花要嫁人了，有没有哈？哇，就这样的一直游行，到底游行到多久呢？不一定，就不一定。但是基本上最后就是回到新郎的家办宴席，然后来请喜宴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犹太人他们的习俗哈。那你就知道耶稣讲的有没有？就跟这个习俗，所以听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这一些的习俗，他们非常的了解。那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参与在游行或者要迎接新郎的话，因为在夜间不像我们现在灯火通明当时候都没有没有路灯嘛，所以都每一个人都要提着灯提着灯当然就是要有油才能够点灯。那如果没有提灯，你参加游行的有2种人，第一个就是不速之客，人家不欢迎的你临时来的，人家也不欢迎另外一个就是强盗，可能你要借着人家在办喜事的时候要来抢什么东西，还是要抢阿花，也不晓得，对不对？对不对？因为阿花太美了人人想要不管怎么样，就是有这个情况。所以耶稣在讲这比喻的背景习俗是这样，那我们大概就了解为什么耶稣会用这样的比喻来让我们来了解。新郎来的时候是要有预备好的，所以新郎耶稣在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灯呢是代表什么？灯是代表一个基督徒，他行为是好的，他是有被装备起来的，他是备有灯的。然后油是代表什么？油其实代表的是圣灵，是有圣灵不断的提醒，让我们成为有一个好行为、好见证的一个基督徒。所以童女所预表的又是什么？童女预表的是教会
或者是基督徒。当然，这童女有分了有分2种，有没有？一个就是什么？比较愚拙的一个一方面是比较有智慧型的啊。那从这一段耶稣所的预言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10名的童女啊，有说他们没有很预备好，也许看来好像都一样，但是他们没有预备好，因为他们拿着灯不预备油，他们以为新郎很快就回来了，对不对？又绕几圈就回来了，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够的。但是其他的童女，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知道时间不是在我的手中，时间是在新郎的手中。也许他多绕了几圈，跟好朋友或者亲人讲话，给他们祝福，有没有？都可能比较延迟。所以他们知道，不只是要有足够点灯而已，更还要预备几罐。这是我们从整个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了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以耶稣的预言来看，我们不只要有灯，也要有预备的油，对不对？好，我们要有预备的油。那预备的油所说的是圣灵哦，是在圣灵的提醒当中，我们每一时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有高潮迭起的时候，每一个情况就不一样。但是有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倒滑落而没有办法再起来，对不对？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跟隔壁说：“我有灯，也有油。”来，对，我们要有灯，也有油。好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是要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些童女她们都是把握机会，想要来迎接新郎的。他们是有把握机会，但是有的人把握机会是按着过去可能的传统、可能的想法，自我认定，可能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想到，自我的认定跟新郎的认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想说，我有把握机会了，但是另外聪明的、有智慧的童女，他们不只是把握机会而他们更是创造机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必须要彼此常常的提醒。汤牧师也常常提醒我，钟牧师你想要关心谁，那你是不是应该及时的马上行动？我马上就去打个电话，对不对？对不对？对，我马上的写个简讯，就按着那一时的感动如果不被提醒而不愿去做的话，也许我这个忙别的以后，这个就忽略掉了。而这个神提醒我的，也透过潘牧师提醒我的，我却不在意他的话，那是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对，这在生活在信仰上，我们都是这样彼此的帮扶，所以我们不会在那里守株待兔不会在那里缘木求鱼，不，这是常人做的事情。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更是有勇气，不入虎口，怎么样？焉得虎子？对，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给我们，不管你在哪一个领域当中，如果你知道那可以荣耀神的，你就更要加把劲，更要有勇气。因为当你愿意用行动表达的时候，我相信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都会让你惊讶的，因为他的作为就彰显在你的行动当中。他给你的会大过于你自己所得的，阿们。这是你我所相信的一切。所以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不断期待我们的教会可以更新，可以复兴，但是我们就是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的事实。改变容易吗？其实不容易。大家会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你还要叫我坐哪里，对不对？我就坐这里就说再往前一点可以吗？我就习惯我在这里跟在前面敬拜都一样的。不，你应该有调整，
你在更往前的时候，那恩典会更大，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会更专注在敬拜神的上面。你走得越远的话，你好像就是跟神越远，不是吗？哇！你记得潘牧师在我妈妈过世以后，他的领受的那个意象安慰我很多，你记得？大家记得吗？对，哇！我妈妈到天堂是按着大家排队的顺序的，先到的就先排队，对不对？前面啊，耶稣叫他说：“哎，这位可爱的，刚刚来的，新进来的哈，你不要后面排，你到最前面来。”我妈妈非常的惊讶，叫他坐第一个位置啊。他说：“为什么我可以来坐第一个位置？”他说：“你在世上敬拜的时候就在第一个位置啊，所以第一个位置就是为你预备的。”阿们。对，安慰了我，非常安慰了我。那我知道我妈妈是被尊荣的。阿们。她的信，她的行为都被神所悦纳，所以我感谢主，透过潘牧师的意象，让我清楚知道，我妈妈是蒙福的，不止在地上，在天上也得神的该给她的奖赏。所以这是我们在信仰上，在教会里面，我们必要有这样一个确认。我相信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又勇于挑战的基督徒。阿们。任何的事情我们不用害怕，如果你觉得这是神要你做的，你应该凭着主与你同行来做任何你不想做，这是有违背你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是神要你做的，你还是要怎么样？硬着头皮去做，因为你会发现你所成就的会超乎你的手所能做的，因为是神在前面为你开路了。所以在教会，我们领受意象，我们有策动方向，我们明白在过程里面，弟兄姐妹都可以一同领受神迹奇事。阿们。你愿意在这其中吗？阿们。我们永光教会过去来，从教会，从团契，从小组，从我们所有的事工，我们都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奇事。阿们。这一些的见证，我们历历在目。我们也相信神因着这样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往前来走，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实现神对永光的计划。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们一起实现神对永光的计划。是的，这是神愿意我们做的，是跟他同工来成就的一切。我们看这聪明的跟愚拙的这个童女，其实他在他们所有的前置作业上来看，好像都一样。他们用欢喜的心要来迎接参与在这场的婚宴，不是吗？他们也预备好了他们的好行为，提着灯，有没有？提的灯，他的灯是有点亮的哦，对不对？都 OK 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是吗？但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是什么？因为他们等久了，顿了，睡了，有没有？然后呢？哇，有人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嘛？这个时间点差异就出来了，有预备跟没预备就在这里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看这些没有预备好的，发现他们睡着了以后，原来新郎那么久才到，他们的灯怎么样？快熄了，所以他们很紧张啊！拜托一下，分一些给我们。这聪明的他们也了解哦。如果我们分给你们，如果新郎再多绕一圈呢？那回来我们全部都没有，那怎么办？不行啊！你们赶快还有时间去买看看吧。对，这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看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把握时间，好好的来追求。我们更多的尽一点的心力，你会看见你在属灵的事上你是聪明的，你是有智慧的。因为我听很多人说，即便退休以后啊，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说：“牧师，你不知道，我退休了比没退休更加没用。”我就心想说：怎么会那么忙呢？到底在忙什么？
哇，他如果叫他讲不完呢。但是他讲了一大堆，好像这些都跟属灵的事都没什么关系呢。我就期待说，主啊，调整我们弟兄姐妹的观念。既然是退休，不是很多时间嘛？你把你的时间全部投注在哪里？你应该更投注在更关键的，跟你生命有连结的。因为你退休了，不是越来越接近上帝的吗？那不注重上帝的事，将来呢？上帝不理你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把握时间，我们要更多专注在属灵的事上，让主来掌管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我相信你前面的道路，不管多长多远，你都可以经历他同在所带出来的那丰盛跟喜乐。这是我们信心里面所相信的。我们信他，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出于他。阿们。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我们就安心的把自己全然交托给这位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大卫他怎么样？他在诗篇里面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诗篇37篇第7节。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感受，他说：我要静静的、静默的来等候耶和华，我专心的要等候，耐心的等候他。我不要看，因为我四周的人，这些道路很通达，却是怎么样背逆真理的这一些作恶做什么多端的人，他们怎么那么昌盛啊？上帝啊，我心怀不平啊，公理在哪里啊？大卫提醒我们，安静下来，安静下来，耐心等候，耐心等候。他第9节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诗篇37篇第9节。对，我们等候，神是慈爱的，他也会等候我们回头，即便我们不理他、背离他，对不对？他还是等候我们回头。但是他又是公义的神啊，他实行审判哦，所以他现在不审判，是因为他还等候，给我们机会。所以当我们看见愤愤不平的事情在我们周遭的时候，不要为这一些发易怒，不行，这些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应该等候，我们持守自己分内该有的，为这些祷告。然后我相信神他终有公义的时刻。阿们。这是我们所清楚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所看见这是一个真理，是永不更改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来说，专心等候，神必出手。阿们。跟隔壁宣告这句话来：专心等候，神必出手。阿们。你出手比较强，还是神出手比较强？你跟一个5岁的说：你用你的那个你手掌把那个坏人小偷把他打死，他有办法吗？是不可能的哈，是不可能。我们一样，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这么微小的。我们等候神，神一定会出手的。只要我们持守在真理里面，神必然看顾我们。阿们。这是你我可以经历的一件事情。1953年开始，美国每一年都有固定举办一个国家祈祷早餐会。国家祈祷早餐会是先有这一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就邀约政治的领袖，特别他们的总统，能够参与在这个祈祷早餐会里面。大约每年都会在2月2号或者是3号左右，
就是2月2号左右会来举行哈。那到今天已经有71年了哦。他们历年来的总统都是这样哈，从第34届的总统艾森豪开始，历年的总统都是这样来举行哈。那去年拜登总统啊，在参加这样的一个祈祷早餐会的时候，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他说：“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向你们所有人和整个国家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要一起前进，要一起前进，让我们成为神话语的实践者。”然后他说：“让我们保持信仰，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哇，他非常的清楚告诉国人、美国人，所有的也跟世界宣告，我们是神话语、圣经的一位实践者。我们明白，我们保持我们基督的信仰，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被神祝福的美国。哇，他很清楚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信仰哦。我后来就很好奇，历届的总统都是这样吗？确实，历届的美国总统在这样一个祈祷、为国家祈祷早餐会里面，他们总是重申，美国是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他们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每一次、每一年，他们总是不断的重申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很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或一个季节的转换之前，我们总是要不断的宣告，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设立的教会。我们明白，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尊荣他，我们高举他的名。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降服在基督十字架下面的。如此的话，我们就能够很谦卑的来顺服神的引导。这是你我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次都必须要宣告的。在你的家、你的工作也是一样哦。你在你的家很重要的时刻，你还是要不断的宣告：我的家是怎么样？是基督。基督是我家什么？之主。你一定要不断的宣告，让你的后代，让你的家人明白，我们是以基督为首的。我们有基督给我们的爱，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成为一个和好，成为一个彼此饶恕的一个桥梁。这是你我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所必须要执行的。不是说大家都知道了，不要不断的重申，有没有？不断的宣告。我们看美国之所以被神祝福，是因为他们不断重申，他们是立基在神的话语之上的国度。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牧师也看到，那当天还有别的牧师讲到其中有一位就是布鲁克林会幕堂的牧师辛巴拉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有一段我也很感动。他说：“你们需要主，再说一次，不仅我需要主，你也需要主，我们都需要主呀。”而且他还说他用这段经文来提醒与会的人，与会的人大概450个左右，都是世界顶尖的，不是吗？美国的这些政治首长，然后美国跟世界的这些宗教很重要的领袖，才有机会被邀请去那里参加，不是吗？哇，他用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1章5节。我心想说，他怎么用这一段话来提醒与会者？这与会者这些不是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吗？不是握有世界大权的人吗？我就发现，因为他是神的使者，是神
话语的代言人，他按着神的心意来宣告，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说：如果你们自认为已经拥有所需要的所有智慧，你将永远不知道真正由神而来的智慧是什么。重不重要？这一些人他们都觉得聪明绝顶啦，对不对？我手上握有的是多少？是世界几个人可以像我这样在那个顶尖上面的最上面的最顶尖的人呢？你说我没有智慧吗？他提醒所有的与会的人，你不要自认为你已经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面对未来，因为未来你我都不晓得。然而，如果你可以掌握未来，是因为你依靠耶和华上帝，你跟他求智慧，让他的智慧充足于你，让你能够面对未来任何的挑战，跟抉择的时候，都能够做出神所喜悦的，那才是你最有智慧的一个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心里很感动，一位牧者竟然可以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里面宣告神的话语，并且告诉所有的人，应当倚靠耶和华，没有别样事，只有倚靠他，才能够做正确的抉择。你的抉择才能够造福世界，让世界迈向和平的道路。哇！我们愿神帮助我们，你我在每一天的时刻，也许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刻。我相信今天就是我们教会2.0版的幸福小组就要开启了。也许会想这个游戏没什么意思。不，这不是有没有意思的意思，是有没有真理的重要，对不对？既有真理，既有吸引力，就是要把它看为是传福音的工具。当我们大家热切在这里把它玩出兴趣来以后，新朋友来就会被我们吸引，而且在这游玩当中理出真理，理出亮光，理出幸福，让他们发现原来在教会有珍藏的宝藏，是透过相信就可以得着的。阿们！这多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开始有更好的抉择，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阿们！跟隔壁说，我不仅聪明，我蛮有智慧。来，阿们！你有新的领受吗？愿神给我们加添力量跟智慧，让我们明白何为神的美善，来成就它。OK，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来，刚才读一次了，我们现在读2次就好。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人与不责，主就必赐给他。再一次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1章。我宣告我是聪明智慧的人，你要吗？我们一起宣告，来！我宣告我是聪明又有智慧的人。阿们，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启动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的启动日，我们要开始了。我们现在要邀请这次担任辅长的所有担任辅长的来到前面，好不好？我们来面向会众。我们来到前面，然后按照我们已经排定的位置，我们来站。好，来，请，来第1排的就位，好，第2排就位，好，第3排就位。首先我们要好，同工都来哈。
好，那我们前面的我们可以把口罩先暂时拿下来嘛，因为我们随时会录影，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哦，哈。好，先唱。好，我们要先来唱这一首诗歌《幸福》。一起来。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来，想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就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一起把我们的手拿出来啊！来，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来分享给旁边的人，不要丢掉了哦。让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看别人一下，祝福他。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重担给上帝，因他必幸看福是卸下重担，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是的，幸福就是没有重担。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热烈的掌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请牧师来带领我们，我们要来做我们的得胜的宣告。好，来我们要有3次哈，我们要一起来呼喊什么呢？就是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我们要有3次哦，我们宣告哦，来预备，3、2、1，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好，我们为再来一业。次。好，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你们很不像军队哎。啊！哈哈，我们要把手举起来。我们是军队，不是婆婆妈妈。好，我们是军队，是军队。每一个人，不管你年纪多少，在神的灵里面，你就是心腹，也是军队。阿妹吗？阿妹，我们都是新的门徒。我们再来一次，来，再一次哦。好，预备了吗？好，那么预征备了。战得胜哦，好也是预备3好次哦。来哦，来好预备，来，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阿门。哈利路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颁发我们的这一次的府长他们的锦旗。好，我们的同工来协助一下，来，好来。第16届幸福小组，我们的府长有窦淑珍，来，我们热烈掌声来。李之和，和蔡慧燕，慧燕府长，林丽珍，
长，胡丽娜、丽娜副长，卓玉珍、玉珍副长，刘雨欣、雨欣副长，蔡明谦、诗词跟明谦哈。吴思慈。诗词副长，明谦副长。好，来，来，请第我们二排的往前，第二排前进一排同工往。前。好，来，还有好来，来，第二排同这样工，请来往前。对，好来，我们来，波波副长。好来，好来这边。好，岳英副长，赵明副长，恭喜。我们中间把它散开，红海分开一下，魏征副长，红海分开一下，可以让他们看 OK， 到一下。小平副长，感谢主。于慧副长，嘉佑副长，佑生副长，哇娱乐副长，哇！宜庆副长，好，来，我们往前，然后红海分开。好，来，好，牧师来，好 OK， 好，好，哇，国宾级的副国长，宾级的副长，祖恩副长，祖恩副长，玉兰副长，玉兰副长，秀莲副长，秀莲副长，秀举副长，秀菊副长，桂林副桂长，林副长，是桂敏副长，好嘞，玉喜玉喜副副长长，哇，招德张德副长副，长。玉燕副长副长，好，来，我 OK，们往 OK 前，来，红海分开，我们让后面的人往前。好，来，我们的永伟副长，文文副长，志豪副长，健身副长，崇文副长来到前面来一下，来，崇文，好，来，我们的崇文副长，呀，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队形来，崇文，好嘞，乐呀，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请牧师来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你们愿意来为他们祷告吗？阿们，将我们的手举起来，将我们的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我们请周牧师，好，我们先大家开口为这些副长来祷告，阿门。求神给他们智慧好，给他们信心，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跟体力在这10周里面看到他们真的征战得胜，并且得地为业，阿门。好不好？我们开口为我们的教会这一次的幸福小组。桌游幸福小组，我们求神大大的恩膏我们，大家开口祷告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主我们教会为了传福音，我们摆上了我们的心力，我们看见这些副长，他们乐意承接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主，我谢谢你，把这恩典流入在我们教会，在每一个副长，我们参与在幸福小组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你就加添我们能力，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所做的荣神益人。主啊，我们要看见 Best 被感动在这里，因为我们与圣灵同工，来成就你救赎的计划。谢谢你，让我们教会成为真正的教会，成为有大使命、执行大旨意的教会。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们这一艘救生艇，我们这一辆救护车就要开动了。谢谢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在这其中，不管在最前线的，还是后面的补给部队，让我们天天为这件事情带上祷告跟行动。主，我们谢谢你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副长，他们要承载这10个礼拜所有幸福小组的工作。我们相信主，你要帮助他们，借着我们的同工合一，来建造一个充满喜乐欢笑的幸福小组，也借着这工具桌游幸福生活，让我们经历在这游戏当中有真理的存在，有救恩的存在，让我们也能够喜悦的打破过去的隔阂跟害怕，让我们
来欢迎邀请 Best 更多到我们当中。主，谢谢你，我们教会定义成为传福音的教会，因为我们跟你同工，要完成这大使命。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足的，我们相信你必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靠你得胜的。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期之后看见过去加倍的一个受洗的人数在我们的教会成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健康，让我们的服事都带着能力、喜乐跟权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在这一次呢，我们的幸福小组呢，我们是要用这一套的幸福人生的桌游，所以每一组呢都会拿到啊，因为这个很重呢，所以呢就没有让他们每一个。那我们现在要请国宾长老到前面来，代表来接受这一次的幸福的，也是工具，也是礼物哦。哇，很重哦。OK， 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吗？这一套3500而已哦，好，我们感谢主呀！这一套呢，这一套桌游要跟我们一起奔跑了、奋斗，然后呢抢得灵魂哦。啊，好，那现在呢，请我们的副长呢回座，弟兄姐妹回座。那我们的副长到你的位置上呢，请把你的桌游呢，我们要拿起来，然后呢，我们要转头给我们弟兄姐妹看。好，我们回到座位，然后拿起你的桌游，好，然后一起站起来，然后我们向后转，给你的组员看一下。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拿着你的桌游向后转，向后转，好，每一个人都拿起好，然后我们要拍照的，我们先拍照。好，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组长拿着桌游？这就是我们的武器哦，哈。然后呢，我们底下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的组长，我们一起说：“我是你的神队友。”太小声了，再来一次，来，1、2、3。好，那个明谦的神队友在哪里？明谦的神队友在外面哈。好，知和的神队友在哪里？好啊，昭德的神队友，国宾的神队友嘞，国宾，好哇，每一个人都是神队友哈，是我们一起划桨，我们一起开启这一艘军舰，我们的幸福小组就是军舰，没有一个人闲着没事做的哈，每一个人都是精兵。每一个人都是强而有力、从神拣选的门徒，阿们。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副长，神大大使用他们。好，向后转可以请坐。那等一下呢，我们的副长呢，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段的影片要来录制，所以我们副长呢也拿着我们的桌游呢，我们要来录制一段的影片哈。礼拜结束后，好，来，接下来。奉献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章1节，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遇到了与服事时间上的冲突时，我们总有着信心，相信我们越服事会越甘甜。相信我们先求神的国，神将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必要为我们来补足。那么在金钱上的服事也是一样的，在金钱上的奉献也是一样的。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寡妇奉献的故事，那名寡妇只投了2枚文钱，但是却是她的所有。耶稣说，她所奉献的是比那众人要更多的。寡妇奉献的故事，神要的不是我们能给神什么，甚至不是说明要我们将所有的收入奉献给神，神要的仅仅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对神的心有所保留的时候，神看为不喜悦。当我们把我们剩余的给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也不算什么。这个穷人的寡妇，在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将自己的钱完全的奉献给神。虽然所奉献的钱在人的眼中不是很起眼的2文钱，但是在神的眼中却看为极其的宝贵。神看的并不是奉献了多或少，而是奉献的心。神喜悦我们那颗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心，更加以及喜悦我们对神满满的信心。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与信心行动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中心的灵，报道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兄姐，请起立。遇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中心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兄姐，请坐。事工分享，好，接下来请潘牧师。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今天是棕树主日，所以呢，接下来在这5天当中呢，我们进入到受难周这是这个礼拜的导读，每一句的经文都是跟受难相关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引言，让我们有建立一个概念。OK， 来，请。耶稣受难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并且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他通过舍命来完成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所以你有没有在这个被拯救的人类当中之一？你是不是？阿们吗？阿们。好，所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受难周我们刚刚牧师有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平常的生活，所以呢，可能我们就要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定十字架这个节期哈。好，再来，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央亲哈，他们去
打保龄球，所以呢，在这里呢，透过这样子来成为base 的可以跟我们接触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管道哈。感谢主，有5位 base 在这个当中哈。好，接下来。好，那这个是昨天呢，我们的协会，我们永光教会有协会，知道吗？好，我们有协会，那我们跟里长呢一起办了这个拉密的活动。昨天呢，在那个里长的办公室那里哈，办公处那里。好，活动中心。好，再来。好，那我们昨天呢是我们的金兵营的课程的结束哈。昨天在分享当中，我们发现到金兵营从第1期他们更新营，然后来到现在金兵营，我们发现小女孩长大了，小男孩也长大了哈，在他们属灵的生命上面、分享上面，还有智慧上面，看见他们有极大的一个突破。真是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信心跟喜乐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哎呀，教会又要再训练一批新的门徒精兵上来了，是一个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哈。感谢主，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工、执行官、永伟长老，还有我们其他同工全力的摆上，所以也让这些的组员觉得，为什么他们愿意用这么多的时间来服侍我们，也叫他们非常的感动哈。好，接下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门徒班还有领袖班呢都陆续要开课。好，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启动哈。好，那副长再提醒一下，结束礼拜的时候不要离开，留着下来。好，再来。我们今天呢要召开小会，要来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请每一位的长老都能够在希望教室，礼拜后要马上来召开。那还有关怀部的同工会议，那关怀部这边呢也可以赶快的结束，然后马上要在我们有一个备课哈。好，再来。好，那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进入到受难周的一个预备，所以呢，我们总共有4场的受难周，我们的一个禁食祷告会。那每一场你都可以参加，那你看你的时间如果你是在小组里面哪一天聚会，那你可能以那一场为主来禁食。所以明天是第1场的，明天早上禁食祷告会是9点半。所以呢，明天你要禁食哪一餐？早餐还是中餐，还是3餐都可以，都可以哈。还有礼拜2也是早上，那礼拜3跟礼拜4是晚上。那我们在在这个禁食祷告会呢，大概会有50分钟的时间，50分钟完，接下来我们小组就带开。小组带开呢，我们就会进行封闭的小组的一个分享跟讨论哈。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有受难周的祷告会，祷告会之后就是我们小组的封闭的时间，所以每一个组员、每一个同工也要出席，然后来带领哈。好，那所以呢，请我们的同工你参加哪一场，我们也跟我们的指领干事来回报，也让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座位的部分。好，那礼拜5的小组呢？礼拜5的小组你们就组长呢带着我们的组员看来选择哪一天来作为你们参加禁食祷告会的一个参与的时间。另外礼拜五呢在我们的各个教会里边我们会有一区一区的一个联合。所以呢，今年呢，礼拜5的晚上是在永和教会，轮到永和教会，3年后才会再轮回来我们永光教会哈。所以如果时间上可以的礼拜5晚上到永和教会参加联合的圣餐礼拜。好，下个礼拜是复活节，知道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吗？不知道的挥挥手一下。好，下个礼拜棕树主日之后就是复活节。那我们呢3合1，就是3场并为1场的复活节的礼拜。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在礼拜完后呢会送很漂亮的彩蛋，那是可以吃的还是不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哦，可以吃的。所以呢，也可以透过这样子邀请你的 base 的朋友进来，让他们看见哇，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哈。好，那好，再来是我们接下来配合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现在都有开始在做
户外的出游。所以呢，我们第一场呢就是国宾牧区的幸福出游哈，幸福之旅，在4月20号新竹的一日游，那邀请我们的同牧区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并且邀请我们的 base 的朋友。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布道之旅哦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带我们的 base 的朋友来参加。我们就想，如果这些的 base 的他有这些的时间跟你接触，跟我们牧区接触，他就有一个新的眼光，看到原来在他的家，在他的职场之外，有一个这么棒的团体，是他值得他来加入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温暖的氛围，好玩的氛围，让他们能够被吸引。所以呢，国宾牧区的组员们，要不要好好的邀请我们的 base 的阿妹吗？所以呢，第一梯就是国宾牧区哦，我们也都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呢，这个牧区呢要缴的费用是700元，700元哈，那个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非常非常棒的地方哈，都有去场看过，所以呢很值得我们去。好，接下来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国佑还有新爱哈还有恩慈，他们呢要来有一个福音精品店的开幕。哇，安曼精英，这都是属灵的用词哈。阿门，阿门，阿门，那是什么？阿门。精英呢，就是代表神的，就像那个老鹰一样，那个老鹰展翅上腾。所以呢，这个精品店呢又加了福音，所以非常的特别，是他们把神的话语透过意象成为话，展现在这个里面哦哈。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卖一些的服饰，还有福音的精品哦哈。是，所以呢他们开幕的时间是在3月30号下午3点。好，那在这个安曼精英，那我们的同工呢，长老呢，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同工可以来参加。那要参加的话，请跟我们的子琳来报名哈。好，再来。好，有一些我们需要代祷的，就是迁移的爸爸郭玉林弟兄蒙主恩召，那在台南的柳营，所以我们也为这家庭来祷告。另外是梁珊珊的爸爸梁明弟兄蒙主恩召，在二滨4月5号礼拜四的上午要告别礼拜，我们也一同来关心，为他们祷告。好，那接下来，好，牧师呢这边再有一个，也就是我们的奉献证明呢，我们的奉献证明已经都我们的财务部呢都把它放在这个信封袋里边，放置在你的周报柜，请你今天一定要拿走。好，在你的奉献柜里边，在奉献柜里边，所以呢，你也不要拿错哦，不要拿到别人的。所以呢，今天来把你的这个奉献的证明在信封袋里边，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来拿走哈。好 ，OK。好，那这个时刻，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彼此的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振起我们的手。
之后，我们的副长在4楼我们马上要备课哈，所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等一下我们的副长也先到前面来，我们要录影哈。好，那请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充满怜悯慈爱的神，他将智慧赐福给你们，让你们明白何为他所喜悦的，选择他喜爱的道路。更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的家，让你的家成为基督化的家。更愿圣灵引导你，赐福你，让你有丰盛的恩典以及满意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管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大家平安。下个礼拜10点礼拜只有一场哦，10点礼拜，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请坐。那请我们的鼓掌，我们要来到前面，我们要马上来拍摄我们录影哈我们的桌游，拿在手上，然后呢